Hello 大家，歡迎嚟到樂活人生系列，今日係第7集。今日嘅問題係：退休係咪真係咩都唔做，日日坐喺屋企對住牆，悶到想同電視機講心事？其實唔一定，有啲人退休之後仲忙過打工時代，忙到親戚約佢飲茶都要提早1個月。點解會有咁大分別？就等我哋用科學數據加埋啲搞笑例子，同大家一齊拆解。第一部分，點解一退休就悶？老實講，退休之初覺得悶，唔係你一個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19年一份研究，大約有45%嘅退休人士喺頭2年會感到生活空白。原因好簡單，以前有老闆，有鬧鐘，有 deadline， 生活就算再唔想，都有個節奏。退休之後，一切都消失咗，反而唔知點樣安排。心理學家契克森米哈賴即係提出心流理論嗰位，就話人喺空閒時往往更加焦慮，因為大腦需要目標嚟對齊。簡單啲講，唔係你冇事做，而係冇要做嘅事。好似有位大叔咁，退休第1個月日日瞓到自然醒，覺得好靜，到第2個月開始望住天花板數裂痕，第3個月就開始同老婆講，不如我返去打工啦。老婆即刻爆一句：唔該你唔好搞亂間屋，已經夠亂啦。第2部分，有趣退休嘅3大支柱。咁點樣可以唔悶？哈佛大學一個長達80幾年嘅成人發展研究，俾咗答案：關係、活動、意義。1、關係 relationships。研究發現，晚年幸福感唔係同銀包厚薄有關，而係同人際關係質素相關。簡單啲講，錢係重要，但同你一齊食飯飲茶嘅人，可能比存摺上多1個0更重要。2、活動 activities。美國退休協會 AARP 發現，參與固定活動嘅退休人士，抑鬱風險比冇活動嘅低35%。活動唔一定要大龍鳳，種花、畫畫、唱歌、學煮西餐都可以。3、意義 meaning。日本沖繩100歲老人最出名嘅就係 Ikigai 生之意義。調查發現，長壽嘅老人通常都有一個起身理由，無論係照顧孫仔，抑或做義工，定係帶隊去晨運。換句話講，退休生活唔係填滿時間，而係揾到值得做嘅事。第3部分，3個真實故事。故事1：攝影阿伯。台灣有位林伯，退休之後日日對住電視發呆，半年就覺得人都攤咗。後嚟個女拉佢去學攝影，點知一玩就玩10年，仲搞到有展覽。佢自己話，原來退休唔係 ending， 而係 restart。故事2：托兒婆婆。日本橫濱有位婆婆，退休之後參加銀髮托兒義工，每日都去陪小朋友玩。佢話，我突然多咗100個孫，結果精神比以前仲好。故事3：教授唔退休。哈佛研究入面有位退休教授，明明可以咩都唔做，但堅持每週去社區開免費講座。佢話，我唔係要打發時間，而係要享受傳授知識嘅快樂。第4部分，3條俾你思考嘅問題。1、你有冇一個令你每日起身嘅理由？2、有冇啲舊興趣，其實仲可以重拾？3、如果退休係人生第2次大學，你想修咩科？第5部分，實際操作方法。1、寫低退休清單，列10樣你想做但未做嘅事，無論係去旅行定係學煮咖喱。2、建立每周例行公事，例如每周1次運動班、棋局。
令生活有節奏。3，俾自己小任務。冇老闆，但你可以做自己嘅老闆。今日嘅任務可能係行8000步，聽日就係煮新菜。4，參與社區義工。OECD 研究顯示，做義工嘅退休人士幸福指數高20%，因為被需要本身就係一種養分。總結：退休唔等於悶，真正嘅重點唔係有冇事做，而係有冇值得做嘅事。哈佛研究，日本沖繩長壽村調查都講同一樣嘢。退休快唔快樂，睇你有冇人陪，有冇活動，有冇意義。所以唔好以為退休係尾站，其實係人生第2季嘅開始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冚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更多嘅朋友，咁都會令我更有動力繼續創作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。